榮獲提名飛躍進步男藝員包括澤威廉、八卦神探、4個女仔3個巴、以和為貴、華麗轉身、陪着你走、滾動4國、洪永城、天眼、你今次係最後一次，陪着你走、張寶仔、過節，在那遙遠的地方北韓，吳業坤愛回家，咁好划算啦，係咪啊？勁歌金曲，惡勢力，揾食飯團，2015勁歌金曲優秀選，黃子恒，師奶 Madam，你送紙俾我4個女仔3個巴，唔係冇道理嘅。善女喜相逢，以和為貴，華麗轉身，個家庭周規華，楊明，師奶 Madam，可以話俾我聽發生咩事啊？周規華，跌死嗰度有棵果樹，張寶仔常在慶都冇感情嘅。梟雄，點解我阿爸咁喪心病狂啊？袁偉豪，幻海奇觀，策局專家。做乜嘢啊？我問你翻嚟做乜嘢啊？